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日落咱也拄到熟悉好朋友，一般咱拢会握手相招问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叶伊的叶叶风的叶第八条。照教育部第二字典解说讲，这日叶就是用手挥动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叶风，就是用手挥动开线产生风，安尼有较亮的效果。第二个词读做叶手，代表是挥动手。和人相招问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热天尾仔嘛，伫咧庄脚所在，一阵阿公阿嬷咧庙埕树骹夹开线，会风较秋凊。那拄到熟悉朋友远远行来，就会握手相招问，刷来规定人开讲兼报道，足有人情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叶第八条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